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2024年4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创世纪48章第8节到19节，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养饲甲重生。最近教会伫灵性成长班查考到出埃及记。非常趣味的是，这个记载原本是因必须爱遵守着法老的命令，将全部的查甫婴仔拢甲杀死，当然包括摩西。但是就伫这个法老王的查某囝甲摩西捡起来了后，摩西伫厝里的成长就变成做合法的养饲。事实上，出埃及记的记载，法老王下令拢爱杀死这个希伯来的婴仔，是因为希伯来人的人口因真勇壮，而且强盛，哪来哪加甜。法老王真惊，这个愈来愈强大的希伯来人，将来伫战争的顶悬，因会作乱，成做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。希伯来人对迁徙进入伫埃及将近400年的时间，是伫古早埃及的法老王所邀请的。因为雅各这个以色列的囝约瑟是担任着国家的宰相的要职，帮咱当作是埃及以及附近的国家民族渡过着饥荒的难关。但是当雅各因拄着约瑟因两个囝了后，就甲因两个人祝福。雅各咧祝福因的时阵就讲，上帝要赏赐因的全家，就是要来生养真济。请会记就是雅各的全家当初是进入伫埃及，只有70几个人。创世纪48章第8节到19节嘛安尼记载，雅各看到约瑟的两个囝，就讲因是什么人。约瑟就对伊老爸讲：“因是我的囝，是上帝伫遮赏赐予我的。”雅各讲：“请甲因带来我遮，我要甲因祝福。”雅各年老目睭花，看袂清楚，雅各就带迄个两个囡仔来就近雅各，雅各就甲因揽咧亲。雅各甲约瑟讲：“我想袂到，当佮看到你，即马上帝佮互我看到你的囝。”约瑟将两个囝对雅各的骹头腕的中间带出来，然后拍伫涂骹拜伊。后来约瑟佮牵伊两个囝来近我雅各，正手牵伊发现到伫伊的倒边，倒手牵马拿西去到伊的正边。雅各双手拍车，从正手伫细汉的囝伊发现的头壳，倒手换大囝马拿西的头壳。伊就甲因约瑟祝福讲：“愿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服侍的上帝，就是眷顾我一世人直到今仔日的上帝，愿救赎我脱离所有灾难的迄位天使，赐福互这两个囡仔。愿我的名以及我的祖先甲亚伯拉罕以及以撒的名通过因流传到世间。愿因伫地上生团真济。”约瑟看到伊老爸正手换伫伊发现的头壳，就无欢喜。伊将老爸的正手挺起来，要对伊发现的刷到马拿西的头壳。约瑟对伊的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毋是安尼，
这个才是大囝，请你甲正手放伫伊的头壳。伊老爸毋肯讲，我知，我的囝，我知。马纳西也要正做一族，佮强盛。毋久，伊的小弟伊发现将来会出比伊佮较强，正做大族。生团姐姐第一个所要拄着的是要安怎互因食饱啦吼。伫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阵，捌拄着5000人来跟对伊，听伊来教示。但是真侪人要听真理对伫遮尔侪人组织做伙军队主耶稣基督，门徒有另外的烦恼，因为因惊遐无有够额的物件来养饲遮尔大群的人。但是迄是因为因对主的认捌无够，对基督的信心不足。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34节，安尼记载讲，耶稣互5000人食饱。使徒转来耶稣遐，将因所做教示拢甲因报告。耶稣甲因讲，安尼你嘛着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小可歇一下，因为出入的人真济。因连食饭的时间拢无，因就坐船简单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。有真侪人看到因离开，认出是因，就对逐个城市顺路行进前，比因大声到迄所在。耶稣上欢看到一大群人可怜因。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的羊，伊佫教示因真济项事。耶稣基督养饲用灵性来养饲人，因为圣经甲咱讲，伊看到这一大群的人，心内就动伊的怜悯的心。因为伊想，因无好好受着顾养的人，一群羊群无人顾，就开始教导因济济的代志。生团济济昌盛，拢是上帝安排甲祝福，但是养饲却毋是遐尼简单，但是却是非常重要。生而不用。生而不育，就亏欠上帝。生命是安尼，灵性更加是安尼。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半项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伫清净的水边。伊互我心会快乐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的棍、你的拐，互我安稳自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为着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款待我做贵宾，听我的杯到满出来。你的恩典慈爱，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伴，我要永远徛伫上主你的厝。感谢主的应允，互阮蒙恩得福，会当生团济济。对伫现代少年人妇孺来讲，生育可能已经毋是遐尼简单的事。事实上，教养更较重要。求主帮助阮，会通得到祝福。到伫这昌盛的时阵，更较有劲；到伫肉体，特别是灵性的养饲的责任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